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伊朗，聊一聊中东，聊聊波斯局势。今天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混合治疗的第106天，也是哈梅内伊悟道成仙的第106天，同时也是哈梅内尔摩吉塔巴人间蒸发音信全无的第106天。就在这106天，波斯的局势再一次峰回路转。昨天特朗普兴奋地跟媒体说和伊朗的谅解协议马上要达成，对伊朗的战争已经结束，美国和伊朗马上在欧洲签署谅解备忘录，但是还没过几个小时，双方为谅解备忘录又开始，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还得从头捋起。特朗普借着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的沙赫的无人机给击落，也拿这个做由头要对伊朗大开杀戒，小榔头敲完大榔头敲。应该是在6月11号是吧？说晚上有更大规模的轰炸，要把伊朗炸回17时代，要摧毁整个伊朗。就在这个时候，突然特朗普又叫停了美军的轰炸，这是为什么？根据美国政治报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今晚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后，卡塔尔、阿联酋和巴基斯坦的领导人紧急联系了他，称与伊朗达成初步协议已近在咫尺。这个卡塔尔的还有阿联酋总统，这阿拉伯国家这些人名字太长，一念好像7、8个人，咱就不念了，反正知道是卡塔尔、阿联酋的总统，巴基斯坦的军方首长穆尼尔担保，就他们以我个人名义，特朗普得信我，你别人不信还不能信我吗？所以说给特朗普打包票，成功说服特朗普取消了原定的打击行动，转而寻求谈判解决。这个就是我们节目里面说的，这特朗普发怒了，这个已经到了极限，要抡起大锤要锤毛拉政权的时候，突然毛拉转身就跪下了，好汉饶命，这就玩的就这一出，就要下令轰炸的时候，卡塔尔、阿联酋还有斡旋方巴基斯坦穆尼尔立马给特朗普打电话，那边朗子已经答应了，一切好谈。你看这一出戏码在这停火以后这60天里面只是反复上演的，所以也在咱们预料之中。所以我说毛拉政权朗子人家是叫跪耍特朗普。什么叫跪耍，对吧？特朗普一旦抡起大锤子，朗子马上就跪下，特朗普只要收起那个锤子，朗子马上一站起来，趾高气扬，开始说我们击败了特朗普，特朗普夹着尾巴逃跑了，特朗普跪地求饶。昨天伊朗方面通过媒体释放了和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这主要条款，一共有14条。谅解备忘录具体内容，美国和伊朗甚至以色列各执一词，也就是同一个东西，同一个视频，你这三方都从中取材，但是通过不同的剪辑手段拼接，都描述成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都是己方大获全胜，对方那是败得一塌糊涂，裤衩子都没了。我想大家能理解吧？就同样一件事，双方在一个会议室里面，通过巴基斯坦来回传递的内容，那个版本已经定了。这个你看啊，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日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和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也就是文本双方都认可了，但是双方对外释放的消息，基于这个文本的解释，那都是各取所需。那经过双方各自表述，向媒体方释放，显示都是己方大获全胜，而对方跪地求饶，屁股尿流。那我们看一看伊朗方面公布的14点，实际上这一幕在第一轮谈判的时候已经玩过这一招了，大家还记得吧？第一轮谈判的时候还搞一个波斯语版、英语版，这回朗子不搞波斯语版了，这一招不行了，对不对？14点草案主要内容，但是这伊朗方面释放的，第一个是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这把以色列还套进去了，是吧？以色列你也得听我。第二个，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权，我关起门来教育我自己家孩子，你管不着，就这意思。第三个是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第四个是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军。第五个是30天内以伊朗安排的方式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就是30天内伊朗我想怎么安排怎么开放就怎么开放，以我的方式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六个，暂停对伊朗石油化工产品以及衍生物的制裁，
伊朗可完全访问相关金融资源，也就是还要接入 SWIFT 系统，大概这意思。第7个，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至少3000亿美元的重建伊朗计划。第8个是60天谈判期，就核问题全面解除美国初级次级制裁。联合国安理会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相关决议等达成最终协议。第9个是重申伊朗根据核不扩散条约不生产核武器的承诺。也就是我可以研究，我可以学摸，我可以准备，我甚至还可以买，我只是不生产。第10个，谈判期间，美国不得在地区增加军事力量，也不得新增制裁。也就是这60天里面，你可别动不动又增加一个制裁，你也不能再增加兵力。第11个，在60天谈判期内释放240亿美元伊朗冻结资金，其中一半在谈判开始前。也就是谅解备忘录一签，60天谈判开始前，你先120亿美元给我解冻。言下之意就是伊朗把这个谅解备忘录一签，120亿美元打到我卡上。第12个，建立监督机制以执行协议。你美国我不相信，你以色列我也不相信，你搞个监督机制，大家来监督。第13个，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确认。第14个，最终谈判需在释放一半冻结资金、暂停石油制裁、解除海上封锁后开始。最终协议仅限于浓缩铀材料、浓缩铀活动、解除制裁、伊朗经济重建、伊朗导弹计划和对抵抗力量的支持，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这么一宣传，如果按照伊朗人说的这14点达成的话，那特朗普签的就是第2个奥巴马协议。没任何区别，特朗普能接受吗？比奥巴马协议还要糟糕。为什么？这个朗子还坚称霍尔木兹海峡再也不能回到2月28号之前了，也就是他要收费啊，他已经明确表明要收费，可以通行。朗子还坚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说，他们唯一能接受的就是铀浓缩材料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60%的又给它稀释到2%。大家想一想。特朗普把这协议一签，那比奥巴马那还糟糕，特朗普能受得了吗？所以特朗普就怒了。美国方面释放出来的谅解备忘录主要的内容要点，因为美国它没有一个媒体把完整的备忘录说多少条给披露出来，它只是个要点。那通过美国媒体披露的要点，美方第一个是立即结束敌对，就是停火，宣布结束地区战争，包括相关战线，延长现有停火60天，可相互同意延长，也就是60天以后还可以再延长，为谈判奠定基础。第2个，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要求很详细，伊朗必须在30天内清除水雷，实现无限制商业航行，没有任何通讯费，没有任何骚扰你去检查，恢复到战前水平。美国同步按比例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我理解了，因为他没解释，我理解的就是战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量，我打个比方是每天100艘船，这是战前。你伊朗你要清除水雷，你在30天之内你要实现完全开放，你不能收费，你还不能骚扰。不管你伊朗采取什么手段，什么原因，如果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只有50艘，那不好意思，那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也一样，一天也只让你出来这么几艘，按比例。如果你想伊朗完全解除对这个港口的封锁，那你就完全保证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无阻，这是按比例来。大家理解什么？霍尔木兹海峡就是美国的脖子，对不对？而这个伊朗的港口就是伊朗的脖子，互相掐着对方的脖子。那现在互相都是松手，那看松到什么地步？你松一下，我也松一下。那核问题呢？伊朗承诺永不追求核武器。你看这个表述完全不一样。伊朗说的是不制造核武器。但是特朗普这个美国媒体释放的是伊朗承诺永不追求核武器，那就不一样了。不能研究，不能在那儿学摸，不能在那儿山寨，不能研究，你也不能买，你就不能有核武器，不要有这想法。在60天的谈判期内，重点讨论高度浓缩铀库存的拆除、移除和销毁。美国要拿到材料并确保销毁，不是说你稀释到2%，是把这原材料销毁的。伊朗铀浓缩活动的长期终止。也就是美国坚持20年，那伊朗说我只能10年，那双方还在细节还在谈，那是放在第2阶段。那建立严格的国际监督核查机制，确保长期可执行。
这是核问题。关于制裁和资金，那美国一再强调不会立即全面解除制裁，部分石油制裁暂停豁免，允许伊朗售油，但冻结资金240亿释放与伊朗履约挂钩，不会前置释放。也什么意思？就是说任何谈判不会以美国先给钱为前提，而是你伊朗做到哪一步，美国就释放多少资金。你由伊朗的履约情况为前提，不是美国先释放资金，伊朗才开始干活，而是伊朗你先干活，干到哪一步，我给你释放多少，也就是不会前置释放。最终全面制裁解除取决于永久协议。那么谅解备忘录里面不包括伊朗导弹计划或支持地区抵抗力量的内容，而这些留待后续，也就是在这60天里面再谈。谅解备忘录里没有，谅解备忘录里面只有核问题，这是美国最关心的。美国不承诺立即从周边撤军，除非最终协议达成。这美国撤军指的是什么？指的不是说美国从中东那些基地都撤走，不是的，他撤军是说这一次打伊朗，你调来的部队要全部撤走。那你看看美国这边这个大概5条和伊朗的14条，那完全是各说各话，完全谈不到一起去。但是巴基斯坦又说了，他双方的文本是一样的，已经达成了，现在就差签字了。那你说这到底怎么回事？这个特朗普一看伊朗人通过媒体放了这14条之后，据说鼻子都气歪了。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媒体上发帖子，他说伊朗泄露给假新闻的那些条款与我们书面达成的协议条款毫无关系，他们所说的包括他们关于达成协议的软弱且可悲的声明与真相毫无关联，和这样的人打交道非常不光彩，与他们打交道根本不存在善意交易这种事，太离谱了。另外，他们昨晚对离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印度船只发动的无人机攻击被完全击退，这完全不可接受。他们最好赶紧收拾好自己，而且要快。对于媒体释放的这些消息，连斡旋方巴基斯坦都看不下去了。这个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他在 X 上面发了个帖子，他说在巴基斯坦持续的激烈调解努力之中，我们完全意识到那些希望破坏和平协议的人正在进行的持续不断的虚假信息运动。撇开这些噪音不谈，我们可以确认和平协议的最终删定文本已经达成。巴基斯坦现在正与双方密切合作，以敲定后续步骤。和平从未像现在这样接近。实际上特朗普也说了，马上要到欧洲，实际上就是日内瓦去签和平协议，而且要派万斯，这个万斯倒霉催的背锅侠与维特科夫还有库什纳跑到瑞士去，说有可能就这个周末，美国媒体报道已经有4架 C-17运输机飞往瑞士。一般的都是打前站的，副总统特朗普人家出访出行也有仪仗，也有后勤保障，对不对？也有各种安排，所以4架飞机已经先行起飞了。所以说去日内瓦签协议应该是有那么一点眉目，也不是八字没有一撇。特朗普心中中的要去签，但是这个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说先别着急，我们准备在线签协议，就是远程签。你说这叫几个意思啊？和这万斯、库什纳、维特科夫在日内瓦在那坐着，伊朗人不去，伊朗人在德黑兰，咱们视频签协议，电子签。总之，给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都蒙上了一层又一层的阴影。阿拉格齐13日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在未来几天内以远程方式签署，但他同时强调，文本尚未最终敲定，仍可能发生变化。与此同时，伊朗的国内的强硬派对该协议以及阿拉格齐公开表态提出批评。阿拉格齐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称，大概在未来几天，我们与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将会签署。他表示签署将通过数字化远程方式进行，并将在完成后阶段谈判后对外宣布。很有可能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之下，要求美国和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不能就单独对外披露，要等到最终谈判60天谈判的结束了，谈成了之后再对外宣布。阿拉格齐还说，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以武力相威胁，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所以按照网友朴素的观念，
谁不想披露备忘录的内容，那就这个内容一定是对谁不利。这不用说了，正义联盟、朗子这样的国家是最喜欢暗箱操作，它不透明，解释权归他，那就是打得鼻青脸肿，被按在地上摩擦，他也可以宣传成大获全胜。那协议里面写的，哪怕裤衩子都脱掉了，他一样可以宣称大获全胜。所以特朗普非常气愤，这明明我们谈好的协议不是这个，你公布的这什么玩意儿？他公布的这个内容，我刚才说过了，那就是比那个奥巴马签的那还要糟糕，特朗普能受得了吗？所以特朗普嘚儿的气批了，特朗普又被朗子耍了。就在特朗普抡起大锤要猛砸的时候，这个朗子又跪下了，这是极限拖延，就拖到这个谅解备忘录居然搞了2个多月。那你再想一想，他后面这60天的停火，至少要搞6个月都不止，他的极限拖延，所以我都能预料到，他一定是极限拖延，拖到60天到了，双方继续同意延长停火，接着拖半年是吧？不行拖1年，反正是极限拖延。所以我觉得特朗普已经上道了，就上了朗子的当。特朗普只要一抡起大锤，那边马上跪下，姿势很标准，跪得非常丝滑，一切都好谈。还有一个，美国及其盟国对伊朗3000亿的重建计划，当然了，伊朗可以把它宣传成赔偿。我们在以前节目都分析过了，这个不重要。特朗普很有可能做到，在中东完业国加上美国出多少，中东完业国按比例出多少，甚至欧盟都有可能参加，跑到伊朗重建。但是人家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像委内瑞拉重建一样，美国投1000亿美元，委内瑞拉重建，那你这个3000亿美元给伊朗重建，那美国很有可能就要控制伊朗的石油、天然气、能源。要重建就建这玩意儿，拉出去卖，卖出来钱，大家怎么分？甚至你这伊朗跟委内瑞拉一样，你这石油卖出去，这钱都放在美国，对吧？这是重建基金，有个基金会或者和平委员会来管理，那这个钱被美国人控制，完了之后，你这个钱只能从美国买商品，买美国的机械。你重建，你不要推土机吗？你不要这个，你钢铁厂要恢复，化工厂你都得从美国买。所以说3000亿美元，从伊朗穿西装的人角度来说，那这是好事，经济得到发展。但是对伊朗强硬派、毛拉政权以及这个卫队来说这是丧权辱国。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对伊朗强硬派来说，那这就是丧权辱国。大家还记得吧？乌克兰和美国签署的这个叫什么？那个稀土是吧？矿产协议，儿子儿孙当时就说这是乌克兰已经丧权辱国。你看朗子签这个3000亿的重建基金，不知道儿子儿孙还有这个狼粉、神棍粉、毛拉粉怎么解释？这是不是丧权辱国？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轰炸伊朗，而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他对媒体说，不应将本轮美伊互袭视为战争，而应将其视为美国为实现其目标而采取的高压手段。阿齐兹指出，事实上，美国现在所追求的是利用军事压力来支持谈判，以此获得他们在战场上未能实现的诉求。这个阿齐兹那比外长阿拉戈齐要强硬得多，对吧？美国军事手段施压，伊朗就又回到谈判桌，又开始签协议，说明那你还是被美国人给打怕了。所以按照强硬派的观点，那就不应该去跟他签协议，更不应该跟他谈判，越打越不谈判，越打越不签协议。我们看看这个背锅侠万斯是怎么说的，因为这个协议要万斯去签字万斯也不想签一个比奥巴马还要差的协议所以万斯他说，我看到很多关于可能达成协议以重新开放海峡并结束伊朗核武器计划的虚假信息。他说，首先伊朗人不会收到任何现金，也不会因为签署协议或参加会议而获得资金释放。该协议结构旨在确保美国及其盟友的关切被优先考虑。如果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履行其义务，那么经济利益将流向伊朗和整个中东地区。这项协议有潜力重塑中东地区局势，并带来持久和平。在过去几个小时的报道中，我注意到几个奇怪的现象。首先，1个月前还正确地说特朗普是历史性总统的人，现在却根据未经证实的媒体报道批评这项协议。
其次，一些人声称不能相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的一句话，却显然相信匿名来源的社交媒体的帖子。总统无论如何都会为我们带来一个好的结果。所以万斯出来辟谣，特朗普破防，这个都说明伊朗人的这个对媒体释放的这14点起到作用了，对吧？这也是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说的，有人破坏和谈。为什么起到作用呢？因为这个14条给了美国共和党里面的强硬派以这个借口，共和党的强硬派那肯定给特朗普施压，说这样的协议你也能签，那仗不是白打了吗？我估计特朗普的办公桌上电话都被打爆了，特朗普怒了，觉得伊朗人就是假新闻，所以万斯也出来辟谣，说1个月前还正确的说特朗普是历史性总统的人，也就是1个月前还支持特朗普的，结果现在也开始根据伊朗媒体报道的这些东西来批评特朗普。我们再看以色列什么态度？作为吃瓜群众，我们早就说了，朗子那边的话呀不能信，朗子那边都叫宣传，它不是报道，它没有真相，它只有宣传。那特朗普这边呢，它是有真相，但是也有宣传，这混杂在一起。但是特朗普这边好就好在很多媒体不听特朗普的，什么 CNN、华尔街日报，专哪壶不开提哪壶，专门去接特朗普的短儿。所以说美国这边释放的消息反而有可取之处，但是美国和伊朗都靠不住，那有一个人是能靠得住的，那就是以色列。作为这个中东扫黑组的组长内塔尼亚胡，对吧？他不能自我欺骗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只要我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不会拥有核武器。在这个问题上，我和特朗普总统完全达成一致。他说，30多年来，我一直站在国际社会反对伊朗核计划的前沿。如果没有这场斗争，伊朗早就拥有了用来毁灭以色列的原子弹了。伊朗正致力于摧毁犹太国家，而我毕生致力于阻止他们这么做。只要我还是以色列总理，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正敦促美国不要在即将达成的停火协议中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6月12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宣布，他已与总理内塔尼亚胡共同下令军方做好准备，确保以色列在必要情况下能够独立对伊朗核计划采取行动。什么意思？这个实际上都是在给特朗普画红线。你特朗普，如果你要退缩，那我以色列就自己上。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叫海合会，在麦纳麦举行的部长级理事会会议后发表声明，呼吁联合国安理会介入中东地区局势，并追究伊朗袭击阿拉伯国家的责任。海合会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社会承担起谴责此次伊朗侵略行为的责任，并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同时确保尊重各国主权，维护地区和平和安全。也就是说，海湾这些玩业国还要追究伊朗的责任，要伊朗赔钱。就在美国和伊朗为谅解备忘录博弈的时候，他们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停下来。当地时间6月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发射了多架单向攻击无人机，企图袭击途经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美军在过去数小时内击落了所有这些无人机，海峡通行未受阻碍。根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3日凌晨，就是今天早上，西里克沿海以及格什姆岛一带居民听到数次爆炸声，经媒体向相关部门核实，此为海上警告级射击声响。警告谁？也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双方继续擦枪走火，招致双方军事紧张局势最新升级。虽然特朗普第39次宣称美伊和谈取得胜利，伊朗内部的强硬派，你比如说国会议员纳巴维安，他是个强硬派分子，他就对媒体说，他说我们把美国打得落花流水，脚踩在美国的胸口，准备一举拿下他。结果突然间我们又坐到了谈判桌前，寻求达成协议，好让美国来把脚踩在我们的胸口。
你看，这在美国的伊朗的强硬派的脑子里面，他们是拒绝一切谈判，认为通过武力已经打败美国了，谈判那就是让美国反过来占便宜。所以我一直说，特朗普啊，心心念念跟伊朗的这个西装派达成协议有什么用呢？你就达成了协议，也不过是极限拉扯，继续耽误时间。因为这个协议在伊朗很难得到执行。伊朗只要革命卫队还在，毛拉政权还在，只要强硬派还有一口气，你这些签的这些东西，那都是历史性文件，不过用来掩人耳目，来拖延时间。不过特朗普也说了，协议达成之前，封锁继续，制裁继续，一切都继续，看谁耗得过谁。我看美伊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快结束，除非特朗普再次抡起大锤，先锤他一顿再说，否则你这么僵持，这么拖1年、2年、3年都有可能，拖到特朗普下台。到底拖多长时间？我们密切关注。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